主后2022年11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我消费，故我在。圣经，咱做来听读诗篇115篇第1节到18节。上主啊，阳光只有归乎你，只有归乎你，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，愿阳光归乎你。你若要互外邦人讲，因的上帝伫倒位？阮的上帝伫天顶，拢照伊的旨意做代志。因的五常是人的手用银用金所铸造，因有喙袂讲话，有目睭嘛袂看见，因有耳孔袂听见，有鼻孔嘛袂闻到。因有手袂体，有骹袂行，因嘛无用牙喉出声。做因的、瓦靠因的，拢亲像因。以色列啊，着瓦靠上主，伊是你的帮站，你的盾牌。雅各的家啊，着瓦靠上主，伊是恁的帮站，恁的盾牌。恁敬畏上主的人啊，着瓦靠上主，伊是恁的帮站，恁的盾牌。上主关心咱，要赐福互咱，要赐福气互以色列的家，要赐福气互阿伦的家。敬畏上主的人，无论大小，伊要赐福互因。愿上主加添恁的人数，加添恁甲恁的子孙。愿创造天地的上主赐福气互恁。天只有属上主，伊将地赐互世间人。世人袂称赞上主，落去永远静谧的所在的人嘛拢袂。总是阮要称赞上主，对现在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以上。我消费，故我在。伫这2年来，疫情改变真济的代志，甚至消费习惯也受迫不得不改变。虽然网络买物件早就成做真济人购买物件的管道之一，总是疫情的威胁以及隔离政策的实行，搁较加深人对于网络买物件的依赖。袂当否认的，网络买物件有伊的便利性，却也互真济人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购买欲，买到毋是真正需要的物件，落买就真浪费。伫资本主义制度下，生理人透过行销的手段，刺激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欲望，通互因得到利益，通讲是在商言商。不过，消费者袂禁得有限一再购买商品，陷入无止境的欲望，却是另外一回事。香港铁路教授关启文捌伫我消费故我存在，经济危机下信仰反省。伫这个文章有提到现代人有我消费故我在的现象，落入用消费也是购物来找求生命意义的罗网。伫网络顶，一旦使用Google敲找某种物品，甚至伫某寡购物网页敲找商品的时，接续落来，咱所使用的社交通讯软体就会不断出现类似商品的广告。生理人透过这款的广告，刺激消费者的视觉，直到人购买为止。这款的资讯轰炸，也若像在甲咱讲，生命意义在伫消费。购买
物品虽然会带互人满足甲欢愉，总是大部分拢是非常短暂的感觉若定。诗篇115篇，诗人指出，遐毋信上帝列国所拜的偶像，不过是出自人的手，因的偶像是人的手用银、用金铸造的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只有非基督徒才会拜偶像。不过，这并无表示基督徒心中无存在其他的偶像。就亲像头前所讲的，我消费故我在。若咱只是伫社会中追求生命意义，消费就成做咱的偶像。毋若安尼，包括金钱、工作、名声、权力等等，拢可能成做咱的偶像。这毋是讲拥有这个成就毋好，是讲这个若成做咱生命追求的终极目标，安尼这个就变成互咱远离上帝的偶像咯。诗人不断甲上帝指明讲，爱信靠伊，伊要保护因，也甲因讲，上帝要赐福互因。伊讲，世人袂当上赞上主，只有活地的人才通感谢俄罗伊。伫世间，无偶像会当互咱倚靠，生命的意义也毋是来自咱所追求、所拥有的一切。只有上帝才是保护、赐福咱的上帝。咱必须爱用生命来感谢伊、学罗伊。只有上帝有信息和不变的疼。默想，这一生我追求的是甚物？我所倚靠的是甚物？有甚物物件成做我的偶像，我却毋知影。这一生我追求的是甚物？我所倚靠的是甚物？有甚物物件成做我的偶像，我却毋知影。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互我完全倚靠你，无互这个世界所迷惑，互我无追求世间人所倚靠的，无互因成做我心中的偶像，反倒是独独追求你、倚靠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